来看云林沿海这几天是无啥雨，也毋过连续2个风台的外围环流，和外海的蚵仔病拢扫了歹了了哦。农民是预估大约是损失5成，而且最近收的蚵仔因为风影上大，拢真细密、真散哦，继续淡薄起，一斤就要200块。连续2个风台影响台湾，虽然云林无重大的灾情，不过外海有不少蚵病受损害。云林大溪饲蚵仔农民表示，风台进前有不少农民赶紧要甲蒲病仔游回来内海，不过外海蚵病即届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损失原有要到5成。因为风台来都工潮无去啊，拢无去遐济，拢无去遐济。你讲减收5成啊？偌济？收5成，工潮5成无去啊。当地农民表示，云林的蚵病伫多数做风台时阵，都风霜当袂少去啊。不过因为云林的沿海空地做离岛的工业区，养殖登记无够周全，所以损失的状况真难统计。农民敢若会当个人吸收个人的损失，若产量减少，嘛互蚵仔价钱有小可起淡薄。这小当然较好咯，肥的足少的啦，肥的足少，啊瘦的足多的，啊这小真好啦，蚵仔瘦的像。啊，小差偌济？200块，本来是100块，现在是200块，因为风台咧做。就发烟就散落咯啊。大溪农民表示，即届家己外海受到风台影响，蚵病损失是搁较严重。最近因为有不少南部的盘商来云林买蚵仔，销量有增加，农民嘛赶紧拼采收，趁即马价销好时阵，加卖一寡，加减贴一寡损失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